你知道西藏最古老嘅三座寺廟都有邊啲呢？咁有人話冇去過大昭寺就等於冇來過西藏。咁呢座由心臟環保建造嘅千年古寺，供奉住文成公主帶入雪域嘅釋迦牟尼12歲誕生池，係藏傳佛教中最神聖嘅殿堂吧。喺呢度你會見證信仰最動人嘅模樣。咁來自各地嘅朝聖者都會用自己嘅身體去丈量千里嘅路途，只會喺腳肉佛前點亮一盞自己心中嘅明燈。咁等我哋帶你走入呢座西藏嘅信仰中心啦，喺萬千盞酥油燈嘅映照下，感受穿越千年嘅虔誠力量。行程已為你精心安排，等咗好耐喺呢度同你相遇啦，一齊再去睇下小昭寺啦。